干嘛？第3季才刚完结，就要宣传第4季了。哥，这下我该怎么向家里人交代呀？一部剧只要演过第3季，就到了老人看不动、新人看不懂的时候了。趁着没过气，赶紧宣传一下。过气？婷哥放心啦，我们怎么可能过气呢？根本就还没火啊！都说我们不火是名字害的，换个名字会不会好一点？的确一下子就把设定讲清楚了，可是这也太长了。正好啊，名字越长，在 B 站越受欢迎。你这算是迷信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第4季必须整点活了。整活啊？那不如完结篇，主线都还没有，哪来的番外篇啊？日常戏哪来的主线啊？所以我说完结喽。想完结没门！